歡迎嚟到讀聽新聞。以下內容來自12月23日 AM730。宏福苑火災造成多人死亡，唔少災民流離失所。大埔有一位九巴車長喺社交平台發文，想揾翻幾個以前成日搭佢71K 路線嘅幼稚園生，話佢哋自從宏福苑大火之後就冇再搭過佢車。雖然知道佢哋平安，但係希望趁住聖誕節送上小禮物。最終其中一位幼稚園生嘅家長留言回應，話多謝司機哥哥。車長嘅送暖行為亦都令到唔少網民大為感動。呢位巴士車長喺 Facebook 群組大埔發帖尋人，話佢自己係71K 嘅巴士司機，想揾翻之前每日中午12點15分會喺大埔墟街市巴士站上車嘅幾位浸信會幼稚園上晝班小朋友。佢話自從上個月宏福苑大火之後，你哋就冇再搭過我車啦。我知道你哋平安，就嚟聖誕節，想送份小禮物俾你哋，希望你哋父母睇到呢個 post 會 PM 我，多謝晒。照片可見，樓主送上5份有心意卡、朱古力同埋糖果嘅聖誕樹外形小禮物包，貼紙上面印有71K 司機叔叔。車長嘅送暖行為亦都令到唔少網民大為感動，留言話多謝你嘅溫暖，人間有情，亦都話大埔人真係好有愛，仲睇到眼濕濕添。亦都有網民話之前搭過71K都見過啲小朋友上車落車都會同你打招呼，真係好可愛噶，多謝車長哥哥，滿滿大埔人嘅愛。而有網民就話已經幫忙轉發咗去浸信會幼稚園群組，希望有家長見到會 PM 你啦。亦都有人建議司機叔叔不如直接送去幼稚園啦，順便問候下小朋友啊嘛。而貼文最後成功就引出咗一名家長留言，話佢係其中一位小朋友嘅家長，已經同司機哥哥聯絡之中，多謝晒各位。